姑婆下集。顶礼拜，咱讲到阿芬甲虎姑婆开门，互伊入去。刷落来，咱继续来看，到底会阁发生什么代志？虎姑婆入门了后，看客厅干那两个囡仔尔，就问阿雄讲：“哪会减一个？”心内阁想讲：“刷刷去，反正嘛走袂去。”阿芬徛伫边仔等妹夫，切切着，哭哭问讲：“姑婆，你也糖呢？你也糖呢？我要食你也糖。”虎姑婆甲阿芬的头搔搔咧，那甲安大讲：“好，安尼下暗阿芬就含姑婆斗阵困，咱等下做伙食你仔糖。”阿雄淡薄仔烦恼，甲主动讲：“姑婆，阿芬的困癖介歹，伊含阮困就好啦。”虎姑婆那摇手那应讲：“无要紧，恁阿母甲我讲，阿芬上搞怪啊，互姑婆甲看顾就好。你甲阿明嘛紧去困，毋通耍伤晚。姑婆等下才去看你。”阿雄无答话，甲应好。虎姑婆要入去房间进前，佮叮咛讲：“日暗啊，恁袂使走出去哦。”半暝，阿明想要去阿芬的房间看卖咧，雄雄从胃后壁甲喙按咧，害伊喘一条，险险啊大声喊出来。阿雄甲阿明的喙按咧，惊伊叫出来，随伫伊的耳仔边细细声讲：“是啊兄，毋免惊。”阿明手伫胸坎打两下啊，佮细声讲：“阿兄，是你哦，要甲我惊死！”阿雄歹势甲用手伫家己的头顶搔搔咧，讲：“歹势啦，你嘛感觉无对当，对无？”阿明应讲：“嘿啊，阿芬竟然拢无吵，这真正足奇怪的。拄想要来看卖，就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。现此时，阿芬的房间佫传来一阵咔咔咔的声音。阿雄甲阿明两人注心甲听，佫怣怣想要去阿芬的房间看卖。这时阵有一个物件为阿芬的房间放弹出来，阿雄和阿明斟酌甲看，迄竟然是一块细细块仔的骨头。阿明惊甲哪吼哪讲：“虎姑婆，伊是虎姑婆。阿兄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阿芬一定已经，咱敢会互伊食去？”阿雄虽猛嘛介惊吓，毋过为着要安打阿明，敢若会当勉强家己心肝掠互定，安慰阿明讲：“莫惊，咱爱冷静落，安尼才走有路。”阿明那细声吼，那问讲：“毋过阿芬要安怎？”阿雄介坚定应讲：“当然袂使放阿芬家己一个人伫遮。”阿雄想想咧，甲阿明讲：“我想到好办法啦，来，你照阿兄讲的去做。”阿雄先秘伫客厅边仔的走路，叫阿明去甲大门开开，而且佫爱调工甲开门的声音弄互大声，通声伫阿芬房间内的虎姑婆出来看。虎姑婆听到开门声，走来客厅，看到大门开，想起讲：“这两个狗囡仔竟然甲我偷走出去，强要接到的好料的，放想要选。”哪讲嘛哪为外口走出去。虎姑婆拄走出去，
秘伫门后的阿明，就随甲门关起来，兼串咧。好姑婆徛伫门口，还伫想要为倒去约囡仔，煞听到骹只后的关门声，连面就挖头看，想起甲大声弄门话讲：看啊，竟然敢骗我！开门，紧开门！阿明伫客厅听好姑婆话甲大细声，随梦介惊吓，毋过嘛含大兄阿雄同齐入去阿芬的房间，去看阿芬有安怎无。因看到阿芬倒伫眠床，安怎叫都叫袂精神，真无奈嘛，干那会使先甲阿芬敞开。踮伫门外的好姑婆，气敢若弄门，若大声嚷讲：要甲我气死啊！我本底是无想要甲恁迄囝着，才会豆豆仔来，是恁逼我的。刷落来，就大力甲门弄开。好姑婆看客厅拢无人，就直接行入去阿芬的房间，发现阿芬嘛无看，心内愈硬愈生气，讲：遮尔美味的肉，我是想要看看享受的呢，正经受够可恶的。线接落来，好姑婆又搁踅转去客厅，要找找迄三个兄弟。伊哪想哪闹讲：人一定伫厝内尔，是米伫地，遮尔高逼。这时阵，伊雄听到灶骹敢若有声音，怎行为灶骹去？反说因三个米伫遐，哪行心内搁哪想讲：我看恁要走倒去。好姑婆拄行入去灶骹，就互关倒，趴伫涂骹，气喘喘骂讲：恁遮个囡仔屁，等我爬开，恁就知死啊！原来是阿明伫灶骹内底做一个机关，伊伫门的正边绑一条绳仔，然后顺门径甲绳仔扣去门的倒边。等好姑婆行入来的时阵，就甲绳仔扣到伊的骹肚，甲肩互倒。阿雄摕鼎仔伫边仔等，趁好姑婆跋倒，就双手甲鼎仔举悬悬。为好姑婆的头壳卡落，顺线呛声讲：你莫笑伤啊！好姑婆本底要爬起来啊，又搁互拍甲拍落。阿明伫好姑婆跋倒了后，就爬去哩饭桌顶，手搁摕一支刀仔，趁好姑婆爬袂起来，甲呛住讲：可恶的好姑婆！你妄想要搁踏入来阮庄仔头一骹步啊！讲煞，就用手捏的刀仔，甲绑伫窗仔的锁仔挂互断。锁仔断去了后，绑伫锁仔的大鼎仔就落落来，鼎仔内底的滚水嘛扯出来，拄好淋伫好姑婆的身躯。好姑婆疼甲四界撞，哪走哪发讲：烧，有够烧！有够烧！水，互我水！好姑婆就安尼哪发哪走为外口去。尾啊，即件代志就伫庄里传甲同人知。庄里的大人就组织一个巡逻队，要防止好姑婆过来作怪。这时段嘛会警告家己厝里的囡仔，千万毋通甲生份人开门，若无可能会拄着好姑婆。所摆囡仔兄、囡仔姐一定爱会记得，有个歹人会趁厝内无大人伫咧，暗算要骗恁甲开门。因看起来拢足亲切，嘛足好咧。其实因是想要伤害你，也是想要抢你的钱。若准讲恁真正甲门开开，遐个生份人会做啥代志，就无人知咯。